喺今年8月，九龍倉集團同九龍倉置業雙雙公布中期業績，兩間公司都加碼派息同減債套現，表面上好似豪派大禮物俾股東。九倉趁住140週年派發特別股息，而九置將派息比率由65% 大幅提升到去90%，激勵股價急升。資本市場從來都冇免費午餐。當企業喺實體業務面對中國大陸物業減值、寫字樓租金承壓以及物流業務受挫嘅同時，選擇手握62億港元淨現金，並透過出售新加坡會德豐廣場等資產回籠資金。到底係傳統地產巨頭喺宏觀地緣政治貼利率變局嘅資本結構優化，定係一場預告資產邊緣化，將流動性轉化為安全邊防嘅防禦戰呢？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九倉喺2026年上半年嘅業績，完美示範咗點樣用資本配置嚟掩蓋業務嘅疲態。期內收入跌咗6%，股東應佔盈利更加係暴跌91%，去到4800萬港元。主要係被45.15億港元嘅投資物業減值拖累，明明基礎淨盈利都跌咗17%，但係管理層就趁住140週年派發12.22億，每股0.4港元嘅中期年特別股息，搞到總股息按年翻倍。根據莫迪尼亞尼米勒定理嘅股息無關論，喺完美市場入面，派息政策並唔會影響企業價值，但喺現實嘅唔完美市場當中，股息就具備極強嘅信號理論作用。九倉呢招表面上係話俾大家聽，資產負債表極度健康，現金流充沛，實質上係攞住手頭62億嘅港元淨現金去掩飾大陸房地產前景失焦所帶嚟嘅股票折讓。進一步分析九倉嘅業務分佈，就會發現佢哋正係喺度經歷緊一場資本回流。喺2026年嘅上半年，香港發展物業收入急升至13.45億港元，營業盈利高達1.66億港元，首次超越大陸業務。相反，大陸發展物業已經簽約嘅銷售額按年就急挫60%至3.45億人民幣，仲要錄得5470萬人民幣嘅減值撥備。呢一項數據變化嘅背後，正係九倉管理層執行資產組合再平衡嘅結果。九倉其實已經連續幾年停咗喺大陸買地，將變現所得嘅資金集中搬返去香港，甚至放風話想參與北部都會區項目。從邊際投資回報率嚟睇，大陸樓市經歷長期調整之後，邊際產出大減，而香港地產市況深度調整後，優質資產嘅風險調整後收益率反而展現出吸引力，促使佢哋進行戰略性轉移。物流同投資業務方面，九倉同樣面臨宏觀經濟衝擊，物流業務營業盈利按年下跌19%至1.11億港元，反映出華南產能狀況同地緣政治對港口吞吐量嘅打擊。即使6月起有新航線恢復，但係邊際利潤率嘅修復依然係好緩慢。同時，九倉截至2026年6月底持有嘅上市投資組合規模大約係300億港元。期內透過變現部分長期投資套現32億港元，直接導致股息收入減少，拖累投資業務盈利下跌41%至5.93億港元。佢哋喺面對全球通脹、關稅政策同埋美息走勢等等宏觀不確定性嘅時候，佢哋寧願放棄權益類資產嘅潛在增值，都要將資產轉換成高流動性嘅現金同短期利息收益，為未來嘅再投資或併購預留絕對嘅財務彈性。我哋睇埋8月6號公布業績嘅九龍倉置業啦。九至2026年中期基礎淨盈利按年增長6% 至33.11億港元，主要歸功於借貸利率由4.4厘降至3.5厘，令到財務支出大幅減少37% 至5.35億港元。更加誇張嘅係，董事會宣布將派息比率由65% 一口氣升到去90%，宣派中期息每股0.94港元，按年大增42%。消息仲一度刺激股價暴升咗32%，最終收報29.9港元。
從公司理財嘅代理成本理論去睇，當管理層揾唔到高於資本成本嘅新項目嗰陣，將90%盈利派俾股東，反而係最有效降低管理層過度投資嘅風險，從而重新評估企業股價，消減長期困擾地產股嘅資產淨值折讓。九智之所以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媲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嘅水平，關鍵在於佢哋激進嘅去槓桿策略。截至2026年嘅6月底，九智負債淨額已經降到去292億港元，負債率係跌至15.9% 歷史低位。集團喺7月更加係以11億波元，即係大約67.33億港元出售新加坡會德豐廣場，作價較賬面值日價12%。8月底交易完成之後，預計年底淨負債將會大幅減少，大約係200億港元，淨負債率將進一步降至11% 水平。透過處置非核心海外資產，九智唔單止大幅削減利息開支，仲為提高派息比率打下堅實嘅資產負債表基礎。不過，撇開精明嘅財務手腕，九智旗下核心實體物業嘅數據依然暴露咗香港零售同寫字樓嘅結構性挑戰。海港城表現算係穩健，整體收入按年微升1%，商場出租率維持喺92%，但係時代廣場收入同盈利分別下跌12%同13%，寫字樓出租率更加跌至89%。投資關係經理同管理層話，寫字樓租金持續承壓，而且復甦進程呈現高度不平均。九龍東同港島東嘅新增供應不斷擠壓租金，令到業主失去定價權。雖然港元轉弱同日元回升，帶動咗部分訪港旅客消費，但消費模式嘅轉變令邊際消費傾向減弱，實體租務回報嘅長期增長動力依然係面臨考驗。對於大陸收緊跨境投資相關規定，九倉同九智管理層都採取極為審慎嘅觀察態度，坦言難以預估對香港樓市嘅直接影響，並強調集團僅屬於間接受影響者，選擇唔將政策因素列為新投資嘅主要假設。至於市場關注九倉會唔會被私有化呢個敏感話題，管理層就繼續耍太極話無法回答。維護資訊公平性嘅同時，亦都為未來嘅重組留低想像空間。綜合整個九倉係2026年嘅中期業績，高派息同高現金流並非無懈可擊嘅萬靈藥。變現股票組合出售新加坡資產，停喺大陸投地等一連串運作，實質上係執行緊一場高度精密嘅資本防禦戰。喺宏觀經濟復甦緩慢嘅大背景之下，將資產轉化為高流動性淨現金並提高派息，固然可以喺短期之內支撐股價，但從長期企業價值嚟睇，缺乏高投產比嘅新增實體項目，意味住未來內生性增長會受限。大家享受高派息嘅同時，最好密切留意佢哋手握嘅淨現金係咪真正落實喺優質地塊，呢個先係決定九倉係會唔會實現二次飛躍嘅根本所在。好啦，呢條片就差唔多時間噶啦，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地產嘅消息，而呢啲嘅消息就唔方便喺呢個公開嘅 YouTube 頻道講嘅話，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拉人哥嘅 Patreon呢個會員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